今日起是我们爱为乡亲推出农委国本内列专题报道，会分配对气候变化、农地保留同土地证书、工业同农业抢水、人同农作特别土地的关联也等，想要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寻出对策同方向。今日我先来讲的是天时变化安态对农业产生的影响。全球暖化又代表各种的极端天时，使得到农业被处境引来影响性的哟。像今年的土热病的疫情更严重，还个有破纪录的贸易，甚至有农民做唔到国货机，无法度抢输，接到刺杀的新闻哦。那我好在也发现，有很多年来因为温度变高，台湾嘅米质如下降诶，市场价值也谈论广大，故所也是知道蒙田示范，分担路差唔多买嘅钱的农民，因来影响性呢。时节你发现前面有个雾，一下突出雾，看起来平静的甜度，但有经验冲解无了解问题。这算是足低啊，都说无啥钱啦，对啊。这足低啊，要做这些事啊。无入从迄本小风去采购扫扫，原来迄今年4年到5年，一下落雨，一下好天，水分太多，温度过一下烧起来，雾是真会速度无了解。系啊，无较早，啊小可细路后啊，即马即若无第二遍细路会危险细就是无要紧，啊若较无细像安尼，就是会真严重安尼。用作量增加，免不了配料个起价，还个原来议论天气系无，因为无了解损失而用上，农民土产人真歹过。不过灾难冇结束，因为刷下来系重要嘅代志。疫情又遇到风灾天，开始落小坏日，未误到农民活活嘅时机。天度无转到搭搭，按到嘅水量无都爆牙咧，农民辛苦半年嘅心血，做下落难受痛。今年水较大啊，都快输线，都抢树木起来，就又喺帮去田方，都输线都甘提起嘅啊。天气暖化带来嘅极端气候，唔但抢你会本嚟嘅。无个片呢会进来，真正发生咯。像礼拜恐攻击又咪会造成人群嚟个无做系转撇了哦。专家们认为讲呢，像呢极端气候未来呢唔单止会国较发生，另外呢咪会影响到台湾米嘅品质。现在影响农民休息，因为因为暖化，台湾米嘅品质咪进来进唔好。做片真饱满、金色色嘅系正常嘅米，芯片发育唔好，温拍到情形真严重嘅米，是暖化带来嘅结果。证实一般是夜温上升的比较显著，那夜温呢，因为有呼吸作用，是消耗，那白天温度变化不大，那光合作用是一样的，所以夜温上升，呼吸作用消耗掉了。只有后者统计，这片新年比上个新年，雾发生拍度的比例都增加1%，看起来真少，则可能嘅天米嘅等级，直接影响到嘅是粮商嘅收购价值。米这本身是还可以吃啦，但是因为它发育不正常，所以重量很低，它就产量低，也是一粒一粒的，但是产量很低，外观不好看。尤其是在那个边界上的那种比率，你只要稍微高一点点，它从1等降到2等，那个市场价格就差多了。群众一粒少，超收万口子，四海无寒天，农夫寒窑死。通朝新人理性嘅民农，写嘅係动机时，严条政策之下农民嘅辛苦。虽然下政策对农民較優先，農業科技未見來見發達，但是面對天災規模一年比一年更加嚴重，韓國糧商嘅低價收購，農民還係本人搏殺嘅出血，勞農嘅採購運命還係冇結束。香港新聞自己為了記者